足銀嘅日照金山啊，要咁樣咧煉成金嘅，咁樣咧先叫做真正嘅財不外露。好多姊妹話我哋做嘅足銀版嘅日照金山咧就太過於普通啦，於是咧就叫我哋咧同佢咧墊上一層金嘅，令佢咧可以發射到佢嘅光芒出嚟。呢一個啊真係為數不多嘅，實物比圖片啊更加之要好睇。呢下帶出去啊，邊個可以想到咧雪山之下埋藏嘅係真正嘅金山，被雪藏嘅黃金經歷時間嘅沉澱，依然保持屬於自己嘅。就好似佢嘅主人不必借外在嘅鋒芒證明自己，因為真正嘅珍貴啊，會喺需要嘅時候綻放出獨立嘅光芒。好多人呢偏愛日照金山，因為佢唔止呢係一道風景，當陽光呢穿透雲霧，將金色佈滿雪山之巔，嗰種壯闊且溫柔嘅畫面呢，彷彿呢能撫平你所有嘅煩惱。把日照金山做成戒指，就好似呢將遠方嘅光，黃色嘅暖光從銀雪縫中溫柔咁滲透，如同定格咗日落嘅時分，最詩意嘅一瞬間戴喺咗手間上轉動嘅時候，金銀嘅顏色會隨住角度閃閃發光。當其他人啊仲追住雪山等日照嘅時候，你抬手便係一整個嘅日照金山嘅浪漫。How bittersweet to say goodbye.